你有冇試過喺人群之中感覺自己被孤立，覺得冇人中意你呢？其實呢啲嘅感覺只係你大腦喺度玩緊你。社交焦慮往往都係嚟自你嘅大腦對危險嘅過度假設，心理學家稱之為負面嘅偏誤。即係話你會自動將一啲好細微嘅表情啊、語氣解讀成對方唔中意你，甚至會放大咗自己嘅錯誤。但係事實就係大部分人根本冇留意你嘅細節 detail 嘅，因為佢哋嘅注意力都係放翻喺自己身上。咁所以下一次當你感覺自己被孤立 isolate 嘅時候，試下喺心裏面同自己講：呢個只係我大腦保護我嘅生物訊息，但係佢唔係事實嘅全部。然後主動加入翻對方嘅話題，或者簡單講一句：你哋啱啱講嗰個嘢咧都好有趣啊，介唔介意分享多少少啊？當你主動啲行動，你會發現大部分人其實都係好樂意去接納你嘅。咁所以你會唔會開始相信好多人其實比你想象中更加願意同你建立聯繫呢？咁我bio上面嗰條 link 學習點樣打破孤立感，喺人群之中更加自信啦。